歲，仍然共你企在這裏，埋着等身邊指控死去。200年後再一起，應該不怕同日得福氣，人又可控訴也多10年。就算貧病或失憶，都爭口氣，從頭鼓起，無人地等，再過也過10年，等整個世界全放棄，結業還是在一起，這種堅決無人可比，看戰士多悠長。打到尾，撐得起。